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行政院今仔决定讲，以专案的模式分阶段重启小三通，以金门马祖的民众甲中国籍牵手回乡优先来申请。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琳涉嫌伫7股工业区开发案受诬塞，强调展开搜索加侦讯，今仔早起放声压。乌俄战争已经300天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美国访问，伫国会发表演说，嘛甲美国总统拜登做伙开记者会。新闻开始来看，已经暂停将近3天的小三通，总算要重新开放了。考虑到农历过年，金门马祖的民众有回乡探亲的需要，行政院今仔决定讲，开放小三通，也毋过是先以专案的模式，和金门马祖的民众甲中国籍牵手来申请。开放的时间是明年1月初7到2月初6。考量目前中国疫情严峻，而且不透明。再加上金马离岛地区的医疗量能相当有限，同时要尊重地方首长的意见跟地方民意。今天提出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将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后2周，就是明年的1月7号到2月6号实施。这个小三通的专案规划，金门马祖有需要民众爱向交通部航港局申请，也毋过防疫量能有限哦，所以陆委会嘛表示讲，金门一天上济是1帮船，马祖1礼拜上济2帮船，后续会搁看运作的状况甲疫情的变化，随时来做调整，到来开放小三通。再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增加19798例本土病例，是比顶礼拜四增加23.6%，有41个人染病死亡。另外，明年的正月初7开始，专案开放小三通。指挥官嘛表示讲，因为有身份甲数量的关系，对外国的冲击是较小，也嘛未有特别的检疫措施。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19798位，那比起我们上一周的礼拜四的时候，增加的幅度达到23.6%。境外移入的病例有93位，那死亡个案数有41位。有一位13岁的青少女，那有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在内的一些多重慢性疾病，那也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死因主要是肺炎合并心肺衰竭，另外也有新冠病毒感染的这个诊断。这是我们第28例的青少年的重症，另外第7例的这个青少年的染疫后死亡的个案。现在我们提供的是这个 BA.5。双价次世代疫苗，这个是世界上现在最新的，效果最好。我们现在还有库存的次世代疫苗，现在还有300多万剂。那2023年我们 COVID-19 的疫苗，我们会以这个 mRNA 次世代疫苗为主。那目前我们跟这个莫德纳有1500万的合约，那我们也不排除会去再购买这个所谓的 BNT， 从机场进来的，那有我们固定的航点飞回来的，那回来的人数我想并不是这么多了它有身份，还有这个数量的这个管制对离岛的冲击都会降到最小。那我想也不会暂时也都不会采取这个特殊的这个防疫措施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质疑政府无买 BNT 新配方的疫苗。BNT 大中华代理商上海复星医药公司昨暗嘛表示讲，未来的合约会当来替换做上新的疫苗。卫生福利部部长许瑞元是表示讲，生理人学校变巧，无亲像国家的政策要转弯较困难。鸿海集团创办人最近因为 BNT 次世代疫苗采购案杠上政府，那 BNT 大中华代理商复星医药昨暗也赶紧发声明表示，未来合约会当完成次世代疫苗。商业上面的策略的话，本来就是会很多转折的这不是像说国家政策要转弯就比较困难一点。那这个生意人他做这样的转变，这个是会非常有弹性的。对 BNT 次世代疫苗采购案，卫福部长许瑞元无愿意正面回应，敢是被增加采购。外界关注针对基础剂做 BNT 的族群，若讲南咧做即马国内的莫德纳等次世代疫苗，敢会有安全疑虑？
如果你的混打是指打过基础剂之后在后面追加的，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建议多买啊。新冠疫苗的现在有2种次世代疫苗，它的效果跟副作用也差不多，好，所以大概2个疫苗的效果相当的话，我们就不会说一定非要哪一种疫苗一定要进来台湾不可。专家建议政府疫苗会当加买就加买，也毋过郭台铭为了 BNT 采购案，2日捌伫 FB 发文批评轻收视率，洪解套时机为福报。我也没有对号入座，这个人自己会去思考了，那每个人的感受会不一样。BNT 次世代疫苗争议，毋但是牵动经费等问题，也牵入2024总统大选话题继续拖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琳防检举涉嫌伫7股工业区的开发案，讲一寡对特别厂商不利的消息，佮爱对方提钱来处理。将检调大动作搜索，2日透早检方复审结束，认为讲伊罪嫌重大，有逃亡灭证的嫌疑，向法院申请羁押。台南市长黄伟哲今仔嘛公布市府的小内阁，伊嘛强调讲市政府会全力来配合侦办。台南市警法局长陈凯琳2日中到后调查人员带离开台南市政府，因为涉嫌伫7股工业区开发案当中散布对摕到票案的厂商不利的消息，而且甲对方提钱来盘烂。检方认为伊涉嫌贪污、大动作超引导，佮有伊的办公室等6个所在，也查扣伊的电脑主机、文件、30万块现金等等的物件。2日清早，检方认为罪嫌重大，有逃亡灭证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经发局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及财产来源不明罪，犯嫌重大，且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于12月22日凌晨，经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2日透早，台南市府也公布小内家人事，针对陈凯琳涉嫌贪污的代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陈凯琳原底就要离开市府的团队，台南市府也全力配合检调的侦办，然后牵连到相关的行政责任，会追究到底。支持检调侦办，相信检调的司法机关侦办一定是勿往勿总，能够让司法得到伸张。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团队的成员签署廉政公约，以及对于相关的重大的案件包括在台南市投资的案件，都会把这个申请的程序定期来公布。台南市府强调，未来台南市民申请案件，譬如讲投资、工商、建管等等的案件，会透明公开、法制化。也拿新公布的小内家名单，包含副市长叶德山、卫生局长苏世斌、社会局长罗武聪、经发局长林永川、眼科会主委陈淑珠。黄伟哲强调，专业能力甲会当随诊的能力是上大的考量。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评委会正调一人着应公的后生着介佑，因为早起甲未到互判刑。昨着介佑是发声明强调讲，伊家己甲中常委黄成国无熟，这嘛互外界认为讲伊是咧替民进党的乌金做解说。吴怡农是表示讲，着介佑已经互开除党籍了，说来是伊个人的问题。王宏伟是建议立赢应该认真面对讲党内到底敢有乌金的问题。关重要，中山北中山的朋友，拜托大家1月8号站出来投票。从7、8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吴怡农透早合体党内立委罗品湖路口拜票，争取选民支持。也毋过民进党北市党部评委会前调集人着应公的后生着介佑，涉嫌早起未到，互判刑。2日发声明强调，家己甲中常委黄成国无熟。和外界解套是要替民进党捏乌红袍解套。现在就是民进党内部到底有没有这个黑金的问题？那么如果赖清德都提出来的话，我觉得其他的民进党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去认真面对这样的问题？赵姓前党员，他因为个人的案件，因为个人的行为。现在要向社会大众付出最完全的责任。我们已经依照我们的程序开除了他的党籍，
那接下来的事情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关店甲立委何志伟港大行程煞临时取消，方质疑是因为和调解有点名，也毋过高希龙回应，本来都是无公开活动，经过讨论了后，感觉先取消是上好的安排。针对最近王宏伟一直下评论剪贴，高希龙依然是无表态未接。辩论是针对实质的政见，有具体的主张跟批评啊。我们从王议员身上，从选举到今天看到的，就只有口水跟谩骂，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吗？我只问大家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辩论，这真的是一个选举的常态，所以如果说要辩论是口水的话，那我觉得这根本违反民主的基本常识。立委补选最后的阶段，王宏伟指出，对选情心情乐观，也毋过也未当看无高希龙。高希龙表示，回国了后就一直投入社会工作，提升社会韧性，尊重对手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咱国内发生真侪枪案，因为咱国内目前空包枪支是会当合法进口，警方嘛发现讲，去年的枪案使用空包枪支的比例将近4成。警政署长黄明昭是表示讲，未来会将这种空包枪支纳管哦。另外，针对人口贩运的事件，调查立委计共已经提出7个版本的修正草案，要加强证人的保护，提高判刑的刑度。也毋过，目前行政院是还未送出行政院家己的版本。台湾最近几年定传出枪击案，根据警政署统计，警方查获枪击案现场的枪支壳使用 PAK 空包弹的比例连3年升悬，去年空包弹的比例达到39%。也毋过，即卖的法规允准空包弹会当合法进口，运到台湾了后，经过改造变做杀伤力强大的改造枪支，伫国内流通。因为买卖真简单，互看作是治安的空防，立委认为有必要修法。将改造枪支到底枪炮弹药都还管制条例。对，我们是不是没有来修法？是我们修这个相关的一个作业规范作业规范呢，就可以来达到这个可以管制了。OK， 这部分的话，我讲势必要来修法了。好，模拟枪都已经在管制了，我们在想这危害社会治安的 PAK 空包弹，我们不得不正视。另外，真侪立委提案。影视摄影会当使用模拟枪，得到内政部同意，有限度开放为国外进口，专门提供影视摄影，去完了后搁运出口。那最近发生几啊件人口贩运事件，民众方诱拐到柬埔寨引起关注，尤其咱国人口贩运防治法已经达到13年无修法，需要甲国际连接。调查立委提出7个版本修正草案，包括人口贩运定义、加强证人保护、提高刑度等。也毋过，行政院的版本刷老高。由于国人遭诱骗至境外，沦为人口贩运一节，行政院相当重视，交付再盘点会诊。本部亦与会商相涉机关意见，即将送请行政院进行最后审查程序。花敬群指出，人口贩运防治法草案已经伫行政院完成7摆审查，目前进行最后审查程序，会尽速提出行政部门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继看中科院屏东高屏基地，对昨开始到29有5天的时间，会伫东南部的海空域来进行一段试射。昨到今仔早起国防部嘛已经侦测到3只中共的军舰，佮有39台中共的军机伫台海的附近的活动。飞弹对屏东的高屏基地射出去，飞过天顶。中科院自1到23、28、29。计共5日，伫东南部海域空域进行射实弹，那试射高度无限制，佮罕见伫下晡2点试射，吸引真侪军事迷走去翕相。迄个水也公告讲，渔民试射期间卖挖紧。渔会来通知渔民，海巡署在港口的这部分也会公告转知渔民。我们透过渔业空军电台来广播海上作业渔船要避开这个海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400公尺的中共军机对应，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就伫咧中科院试射飞弹时，对1透早6点到22透早为止，国防部也侦测到3只中国军舰，
39隻中國軍機，機型包含蔡瓊式無人機、殲16戰機，攏飛過大海中線，進入到咱國的西南、東南空域。機型都是以偵察為主，很少見的4個批次的飛機進來，所以很可能昨天打的是雲峰派過來的攻擊哦，他們是比如說運8或運9這種所謂電偵機的話呢，其實我們要比較注意，它有可能做電子情報的巡測。軍事專家認為講，除了收集情報，因為一禮拜之前，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帶5隻軍艦到西太平洋來訓練。另外，中國甲羅西亞聯合軍演是2月開始，離台灣敢若300多公里，不排除這掛中國軍機是做回去操演。針對這件代誌，國防部表示，當咧謹慎監控。記者綜合報道。流浪動物也是退休的警犬，進入校園會當成做學生性命教育甲動保的好朋友。動保團體調查嘛發現講，全台灣有3881間高中小學，其中有317間學校是有飼狗仔、貓仔，甲104年比起來有成長，也毋過無介濟。最現主時教育部是有來補助，也毋過動保團體是認為講應該愛提懸補助，鼓勵愈較濟學校來飼校犬甲校貓。兩隻活潑的狗仔對周圍事物攏充滿好奇，也好照顧因的學生真無形。我國中跟國小都沒有校犬，陪伴的校犬，我是覺得不錯的事情。動保的重要，以及禿底呢，在呢前世呢為國家的貢獻。從小就喜歡動物，可是我們家又沒有養動物。木柵高工有校犬志工隊，我就馬上加入。像是最近考試壓力很大的時候，就會想要跟他們玩一下。台北市木柵高工第109年任用退休7隻犬、禿里，也有索爾2隻校犬，佫成立校犬志工隊，打造生命教育的實踐場所。把它融入課程當中，讓他們在校園裡面變成一個活教材。創作的過程當中，就把索爾跟禿里這樣的一個2隻校犬的形象狗，能夠把它做入各種我們的創作品當中。動保名公布8年以來第6擺高中、國中小學動保社團甲校園犬鳥調查，目前全台高中、國中、國小有3881間，其中有317間有飼校犬、校鳥，甲104年第1擺統計234間比，雖然有提升，不過成長有限。3000多所學校裡面的1成多，到現在是佔大概是9% 左右哈。那麼它的成長其實是很有限的。新北市都是1年都是第1名哈，那第2名是台東縣跟台北市，可能還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專業的資源的支持。的確也在檢討我們的那個年度的補助計劃，去思考是不是再提高一些經費的補助。想經過由飼校犬、校鳥來提升學生的生命教育甲動保概念，除媒合動物以外，飼醫療者經費來源也真受關注。農委會甲教育部提供相關補助，未來無排除閣提懸預算增加學校參加誘因。記者綜合報道。明年開始，環保署規定講，連鎖超商甲素食店都愛提供循環杯借用的服務，直接愛問次數的5%，嘛愛達成15%年度的減量。若無達成目標閣無改善，會按例來處罰。早起環保署嘛公布偌少杯仔良好服務標誌，包括統一超商、肯德基、佮麥當勞、甲摩斯都已經摕到標誌咯。用手機就會使借循環杯來使用。環保署推動循環杯制度，幫減少一次性飲料杯，也制定循環杯服務指引、規範衛生等等，以及辦證認證和符合指引的業者。另外，為明年開始，連鎖便利商店、速食店要有5%以上的門市提供循環杯服務。不過，環保署也坦白，目前民眾使用意願也無懸。我們今天開始踏出第一步以後，未來就可以看到它的成長。使用率的成長，所以一定要走出這一步。一袋一袋的循環杯佇咧機器內底洗好清氣，民眾使用循環杯服務，真要意的就是衛生問題，而且店頭使用循環杯要放倒位、安怎運送，攏是問題。就超商代表講，家己建立循環杯系統是開了1000多萬，但是未來循環杯要推出到中小型業者，唔知因會使安怎負擔。這樣的一個歷程超過1年。那另外就是
烤镉次数超过了1000万年以上。环保署事实上也在研拟怎么样能够辅助或者是补助这些不管是大型或者是中小型的企业。那么现在我们也在想说，如果有可能的时候，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循环杯的清洗，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的辅导或者是补助？另外，环保署表示，若有连锁便利商店、素食店无达到5%以上门市提供循环杯的目标，会逐工开发。这企业自出性饮料杯的减用比率也会达到15%以上，无达成会限期改善，无改善也会处罚，一摆罚1200到6000。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俄俄战争已经300天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头一届离开国内去美国争取愈侪支持。泽伦斯基总结美国的国会演说，强调讲乌克兰人无防拍败，嘛绝对袂投降。另外，美国方面是承诺讲会提供乌克兰愈较侪军事援助，包括先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即摆伊访问美国进前，受到美国提供18.5亿援助，其中包括进前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会当讲是受到亚弹礼物。Ukraine didn't fall. Ukraine is alive and kicking. The Russian tyranny has lost control over us. Ukrainian courage and American resolve must guarantee the future of our common freedom. 泽伦斯基表示，随着寒天来，气温当咧下降，这场战争袂当互冻结甲拖延。We have artillery. Yes. Thank you. We have it. Is it enough? Honestly, not really. Your money is not charity. It's an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 security and democracy that we handle in the most responsible way. 泽伦斯基演说结束了后，送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甲副总统贺锦丽一面由乌克兰人签名的国旗。这摆访问美国是伊自2月战争开始拍以来头一摆出国。当时美国国会针对1.7兆美金的政府支出法案进行辩论，其中就包括对乌克兰的450亿美金加花援助。泽伦斯基伊较早先后甲总统拜登参佩洛西见面，拜登表示5个拍算将寒冬当作武器，美国甲乌克兰将会继续执行联合防御。泽伦斯基表示，这桩访问美国会当成行完全是美国大力相助。美国官员指出，拜登甲泽伦斯基11通电话头一摆讲到访问美国的想法。美国3天了后，就发出正式的邀请，泽伦斯基16接受邀请，18确定。迄当时，白宫已经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协调安排国会演说，因为安全考量，泽伦斯基这桩行程真保密，一直到上回轮机才发推文，正是伫飞往美国的途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泽伦斯基当地美国的访问，罗西亚总统普廷昨嘛表示讲，战争无法度避免，袂当拢怪罗西亚哦。普廷嘛批评北约甲全部的军事力量拢摕来对付罗西亚咯。另外一方面，全球上大的2间5G 的电信商伊利信甲诺基亚年底会离开罗西亚，恐惊会对当地民众的行动上网影响真大。俄乌战争开战到今已经突破300天。俄罗斯总统普廷抢伫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美进前，先来发表讲话。伊讲，这场战争是无法度来避免，袂当甲责任拢推卸俄罗斯。Мы всегда, и вы знаете мою позицию, всегда считал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братским народом. Я и так сейчас думаю. И сейчас так думаю. И 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о, конечно, трагедия, наша общая трагедия. Но он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нашей политики, а наоборот.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олитик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всегда к этому стремились, к дезинтегра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伊陪普廷来听这个各种武器的导览。普廷伊有因讲会进一步来发展核能力，还佫有高超音速武器。伊嘛咧批评讲，差不多是所有北约国家的军事力量拢该用来对付俄罗斯。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сегодня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х основных стран НАТ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наши солдаты, сержанты и офицеры сражаются за Россию мужественно и стойко.
因为野党节甲新年阁要到啊，有真侪外国嘅士兵还阁伫咧战场咧作战，因无法度甲厝内人咧团圆。圣彼得堡阁有真侪民众亲手写卡片要寄前线的士兵，嘛讲这场战争会当早一日来结束。Я хотела передать свое пожелание воинам, тем, кто сейчас на Украине, что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выжить. Поскорее все завершилось, и они вернулись домой живыми. Мой брат сейчас там находится. 如今的战事还阁真硬斗，俄罗斯的民众恐惊还阁拄碰到另外一项打击。两大电信商诺基亚甲伊利信，伫今年年底阁要来脱离俄罗斯的市场，这对行动网络会造成冲击，因为两间电信商伫俄国基地台，伊的占持率挖要到一半。便若是讲规个撤出，安尼俄罗斯的用户会拄定着手机上网速度变慢，也是讲长线的流摆增加，或者是通讯网炸断的障碍。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后面之前才针对罗西亚能源进口来规定介绍的上限哦，也毋过20就传出讲，伫罗西亚国内天然气的管线漏气造成爆炸，当地媒体是讲有3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哦。目前国际天然气的介绍就随起价咯。虽然是当地时间入中昼，毋过加速爆炸引起的大火，在即个环境当中，依然互人心惊惊。俄罗斯媒体引用加速营运业者甲救援单位讲法指出，代志发生的时阵，业者咧进行加速管线维修，3个死者甲1个伤者拢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根据外电报道，爆炸发生的时阵，现场的温度升到真悬，不止附近民众无法度转去，救援单位也无法度接近现场抢救。И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аши оперативные службы разберутся в деталях и будут предприняты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устранить неполадки, выполни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аботы, чтобы газопровод работал в штатном режиме.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虽然欧盟发动真济摆制裁去减少靠俄方的天然气，不过俄罗斯甲西欧之间的天然气贸易依然继续在进行。伫经过波罗的海的北溪1号管线伫不明原因之下遭到破坏，停止运作了后，经由陆地透过交战当中的俄乌边界，所向西欧成做唯一的路途。所以传出爆炸事件了后，国际天然气的现货介绍就起价。设伫荷兰的天然气交易中心 TTF 每100万瓦点钟由103欧元起到114欧元，起超过1成。这对已经食袂消的西欧消费者，亲像德国部分的教堂，规期设定温度上限。若室内气温超过5度到12度，就将烧气关掉。伫英国受图书馆这公共场所，为厝内底付不出烧气费用的民众，提供当天取暖的机会。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塔利班政权已经控制阿富汗东瓦了，国家的经济是变甲真歹哦，女权嘛倒退女，除了不准女性单独去公共场所，佮禁止查某人上大学，会当讲是彻底来阻断女性伫社会发言权。排队摕测准考证，大学入学考试现场，阿富汗女学生穿甲乌麻麻，规身躯自头包到尾。就算申请册对着女性有真侪限制，也是无法度限制因想要去读大学的理想。不过，安怎也想袂到，几个月了，即阵塔利班进一步禁止女性接受高等的教育。The United States condemns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 Taliban's indefensible decision to ban women from universities, to keep secondary schools closed to girls, and to continue to impose other restrictions on the ability of women and girls in Afghanistan to exercise their human rights and their fundamental freedoms. 外操国际社会侪摆谴责塔利班政权对去年掌控阿富汗以来，以遵照伊斯兰律法的名义，一直限缩女权，甚至甲公部门的女职员拢辞掉。如果以教改资金不足为理由，阻止查某囡仔去读中学，全面掌管女性的一举一动。Not only in education, but access to public areas, their non-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debate. 塔利班过去侪摆讲，这限制是为着保护这女性，实际上却是甲民众意见拢完全无共款。连袂少的基层公务员拢反对这个限制。These policies are a systematic attempt to erase women and girls from all spheres of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其中有真侪想要读医科，也是想要做教育工作女学生。像这个青少女比比尊重父权，提早来嫁人，然后阿富汗未来国家发展陷入一片暗淡。公视新闻杨安编译。来看欧洲食品安全局指出，讲过去一冬，欧洲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禽流感，上无5000万只鸡鸭互杀掉。今年又搁比顶一年愈严重。耶诞节要到咯，外国人过节拢食火鸡哦。也毋过英国最近嘛因为禽流感杀掉上100万只火鸡，所以今年火鸡应该是真恶买咯。抑个活跳跳的火鸡，即嘛伫英国真珍贵。火鸡大餐是袂少英国人伫耶诞节一定爱有的好物件。啊，毋过禽流感滚价10月秋天以来增加将近140件确诊案例，按算扑杀上100只火鸡，有1/3农民受冲击，无奈毋知要如何向消费者交代。As a turkey farmer, you don't let people down at Christmas, so it'd be devastating. 欧洲食品安全局20指出，过去一年欧洲爆发有史以来上有破坏性的禽流感疫情，37个扑杀差不多5000万只禽类，也不包含有活性扑杀的数量。今年入秋了后，感染农场增加3.5%。目前在评估要研发疫苗来阻止疫情扩开。And actually, we are on high alert. 不只是欧洲禽流感病毒也入侵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国泰盐郡，上受影响就是鸭，较互动物病毒的大小排泄不感染。活禽肉品拢进行移动管制，扑杀几千只鸭。That was a dangerous situation for the farmers in Kottayam. 可能也面临严重的考验，上大威胁是大鸟带入对禽类致死率真悬的 H5N1 病毒。自11月底，宜兰种鸭场确诊了后，高雄台南分林家己的鸭场拢出现病例。目前医院爱全力防止病毒进入饲鸡场，才袂冲击鸡肉鸡卵的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寒流一波搁一波哦，有高雄中山大学宿舍学生是反映讲，因的宿舍无烧水，因洗身躯是干甲皮皮喘。学生啊是批评讲，学校有钱起新的校舍，却无法度提供因烧水。中山大学是表示讲，前几工哦，烧水确实无到39度，工程人员搁无发现，已经有处罚咯。拍开烧水，想要洗身躯，所发现水是冰的。未堪的阿早的人只好硬洗，规身躯皮皮喘。问周边的同学才发现，毋是干那一个人撞到，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过来工拢无烧水通去洗。水很冰嘛，然后就洗澡的时候，当下就只想说，就是赶快洗一洗，然后就赶快离开了。对，在寒流来的那几天就比较严重这样子。学生摕宿舍的烧水系统温度表来指控，18号即天有宿舍的烧水温度敢若29.4度，啊，佫有几来位嘛是伫咧33度到38度左右。对此，中山大学回应，烧水的监控人员无随时来发现到烧水温度比39度佫较低，确实有疏忽，会处罚嘛会赶紧来排除中时的改进。而天气寒嘛是卡中风真后发生的时期，高一日前就有一名70岁的妇女因为卡麻，啊，佫有骹手冰冷来看医生，诊断才发现是合作卡中风的急性卡的动脉血管塌掉的。我刚刚开始觉得冷冷的、灰灰的。后来才觉得有一点颜色了，会突然就蛮冰冷的哦，就是还会疼痛，然后开始会变麻哦。其实这些症状当然如果只是单一，可能还不够明显呐。其实应该就是你当它都加重起来，而且是跟以前就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有所警觉。医生讲，卡中风除了三高族群爱留意，伫咧天气向变寒时嘛真够发生。平常一个月大约2到3例，但当着较寒的时阵，就可能变肥。提醒民众就要注意脚的保暖，因为脚是人的第2个心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去过一个礼拜外哦，就是2023年咯。有真侪民众拢会去东部太平洋樱花来迎接过年头一天的日头灯。也毋过哦，最近有民众发现讲，伫大高线南回公路太麻里路段399公里的景观平台，有一寡步道拢已经歹去，天灯啊嘛拢看现哦，实在是真危险。乡公所是表示讲，已经争取经费来征收咯。太麻里海埔当年拢会举办迎接新年第一道日头光的活动，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也有袂少的民众会到附近悬的所在看日头。
伫台九线南回公路太马里路段399公里，就有一个景观平台，位悬的所在会当看到太平洋的海景。也毋过最近，和民众发现平台地板铺的站板烂去必开，钉仔也捅出来，若无说离卡都会搭伫坑内底，随时拢有危险。我是觉得还蛮危险的啦，是很漂亮的景点。那如果有小朋友去在那边跑一跑跌倒的话，很容易就受伤了。毁损的所在看起来已经有一段时间，负责维护管理的太马里乡公所表示，应该是伫豪华受到风吹日拍雨淋自然毁损，已经争取到经费，努力规定进前会修复。我们跟花东基金这个经费都已经申请下来了，我们也是要结标了，尽快会发包执行。伫景观平台4个位也发现不少民众等的粪扫，乡公所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来遮看海迎日头光，离开的时阵爱将粪扫当作杂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政府伫2020年底开3000万伫河尾做一个扣水池，也毋过才2档尔，池仔内底就拢是水漂甲杂草。附近的民众是真怨叹讲环境变甲真歹嘛阁真臭，实在是真可惜。水面上规片青冷冷，强要暗甲无看芳。虽然也有一寡鸟仔伫遮咧找食，毋过因为日头光照袂着水底，水质变甲真歹，佮出现臭味。边仔的清水步道嘛拢发臭啊！遮原底是云林虎尾一大城市当中的秘密美景。毋过附近的民众讲，即马看起来拢已经拍远去啊。去运动去看差不多15，若看有一株啊一片啊有一寡浮萍，到15天至20天就差不多填满满。相关的机关如果来处理这是最好是，甲看法度甲阿良。原来这是云林县府开3000万做的杜洪池，就伫咧虎尾甲斗南的中央，要解决虎尾市区逐摆落大雨，街仔路地淹水的问题，有够会当抵51万吨外的雨水，减少大约182公顷的淹水面积，而且嘛会当成做市区的一个自然景点。毋过启用无够2档，占地要到10公顷的水池啊，已经发水漂发甲满满，互附近的居民是真烦恼卫生的问题。浮萍现在由于是干冬，它不影响到我们整个自融池的一个防洪的一个救灾的一个功能这是第2点说明。第3，我们也持续在清理。云林县水利处表示，经过现场勘查，水池仔内底大型水漂主要拢是为水头产地转沟探过来的。毋过目前是打水期，若要用雨的效果无介好，所以会进一步来评估，敢要甲水抽互干，做一间清，嘛会针对周边的步道来进行维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各种血型的花存无到5天的量咯，尤其是 O 型甲 A 型的花上欠缺。关会暂时表示讲，逐当的过年之前，关会人数就会减少，佮加上这段时间病院开刀量是真侪，所以呼吁大家要赶紧去关会。花莲关会站的会库只存价顶悬的会，其中 O 型会只存4.9天 ，A 型会只存3.9天，各种会型平均库存量只存4.8天。来关会人差不多拢是老面腔，互人感慨即马愿意来关会民众是愈来愈少咯。是觉得可能是天气冷，过年前有很多公司啊、行号他们都特别忙，因为冷，加上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更容易造成缺血。冬天季节变化，肠胃道出血的会比较多。花莲关会站表示，花莲地区逐天至少要有120地关会量，不过目前逐天只有90到100地。烦恼过年之前，各病院用会需求大，那会不够，可能影响台北关会中心调。台北中心的话，都一直都有在支援我们，可是其实台北地区的捐量的话，也是没有很充裕，还是鼓励一下我们花莲的乡亲有没有，还是踊跃捐血。除了呼吁民众关会站目前也甲各病院协调，和急难症患者信用会各一个甲民间团体举办关会活动，希望能维持春节期间的用会量。记者综合报道。药子病因为较歹发现，所以常常耽误着黄金治疗期。国民健康署统计去年药子病已经正做是咱台湾10大死因的第9名咯。所以医师嘛呼吁讲，有三高、上过大苦，佮有长期食薰、长期食止痛药的药子病高风险的族群就要主动去检查。
常常感觉疲劳、骹手整整，安尼就要注意咯。台湾心脏医学会点出4大族群，得到腰子病风险比别人更较悬。那我这4大危险族群，第一个就是有三高，第二个是吸烟，那第二个是常常服用止痛药者。那再来就是肥胖，那这些都是危险因子。台湾心脏医学会表示，人口老化加生活形态的改变，造成腰子病的人愈来愈多。2022年，全国有254万人腰子出问题；2027年，这个数字可能会来到299万人。国健署建议民众要主动检查，40岁到64岁每3天做一摆，实时追踪腰子的状况。在早期筛检的部分，其实健康署有推动成人预防保健，针对40到64岁的民众有提供尿液跟肾功能的检查，尽早让民众知道你的危险因子是什么，进而来配合专业的团队来控制。事实上，对你的肾功能是有很好的帮助。为了照顾腰子健康，台湾心脏医学会有设立腰子检查地图，让民众就近找到检查中心，唔免走到大病院。记者麦长英、曾俊佑台北报道。台湾原先种的乌豆营养价值是真悬，也毋过用煮的、用吹的料理方式会害营养流失。高雄农改场就研发一款用炒的技术，让乌豆营养会当完整保留落来。甲乌豆倒入去专门咧炒的机器，温度和时间拢爱掌握好。这是高雄农改场研发出来的新的加工技术，和过去的技术无共款，会当甲乌豆炒甲香个脆。香酥脆，焙炒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焙炒的香气，然后非常适合搭配任何的甜点。这款加工的方式无原地可摄的滋味，而且较袂流失营养。花青素是属于水溶性的，那我们不用蒸煮的方式，因为蒸煮的方式会让它的花青素流失。乌豆的皮有丰富的花青素，农改场使用的是原生种的台湾小乌豆，屏东的满洲、佮恒春拢有出产。这款乌豆的皮面积是较济，花青素也会较济，加上用农改场的新技术，让营养素袂伫加工的过程当中消失去。这个技术呢，就是它吃起来香酥脆，而且能够保留它的花青素比较高。那它的异黄酮呢，也能够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保留比较高的异黄酮成分。乌豆的相关产品真济，包含豆奶、豆油、乌豆茶、四秀啊等等。高雄农改场望继续升级技术来提升农产品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北门的乡村国小学校附近有一个乡村滨海游乐区，老师带学生囡仔去实地观察，来了解海洋的生态。望讲自细汉就当培养囡仔生态保育的观念。今年乡村国小嘛，伫全国海洋教育成果的评选得到优等的好成绩。老师带学生囡仔行到户外，近距离观察红树林。台南市府大力推动海洋教育。北门区的乡村国小就近活用乡村滨海游客区，带学生囡仔去亲近了解海洋生态，包含了有在地的文史，还有海洋艺术、海洋语文以及我们海洋生态部分。因为我们学校呢临近双村滨海游憩区，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生态课程。乡村国小挖海建摆若做风台，就一定会饮水。不过校方嘛利用这个特性来发展海洋教育，让囡仔学习甲海斗阵，也有结合在地养殖产业来规划课程。观察力变得比较敏锐。那第二个呢，他们比较容易亲近这些动植物，他们也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爱护环境。今年乡村国小参加全国海洋教育推动成果的评选，佮得到优等的好成绩。校方希望透过户外课程来培养囡仔的观察力，也有保守环境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这里的抓药真出名哦，社区这几天嘛甲乐团合办药声节，做伙开发一款新的乐器，叫做飞鸭琴，用祭典表演的方式来推广在地产业。3、4、5、6、7、8。认真对节奏卡飞鸭琴，南投水里顶坎社区的时代当咧排练，要伫药声节活动表演。飞鸭琴是水里抓药甲正极风鼓团这几年拍拼研发的乐器，看起来就亲像木琴，演奏方式嘛同款。不过飞鸭琴声音听起来介响，
是今年表演的重点之一。变成演奏起来的时候，就有点类似我们南洋风那种甘美兰的演奏的感觉，这样子。只是它这个东西，它的声音就是比较偏向东方，就是说它共鸣不会那么长，它很短，所以它可以打一些比较快的节奏。那就有希望就可以发展就属于顶坎社区就水里这里的一个陶乐器的一个特色。那这次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跟小朋友还有阿公阿嬷他们，我们做一个合奏。游行节是郑吉峰歌团办的文化祭典，以当地惠雅的产业文化做中心，甲在地人可做伙，透过演奏乐器、跳舞、讲古等等的方式，播一出水里的故事，互囡仔认捌在地文化，互观众了解水里的水。若今年的活动特别招老大人来演奏惠雅琴，由囡仔讲古，两边互相配合，做伙完成表演。还可以的，更是的头脑没那么好了，有的手脚跟头脑跟不上。我们年纪大了，比较慢，但是呢，我们也在进步中，对乐器多少了解了一些，原来不懂的，现在也懂了。郑吉峰歌团毋但用心准备祭典，佮培训囡仔歌团来传承，伊也鼓励时代斗阵来学习，透过基面的专长，替水里惠雅产业创造新的乐器，有无共款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白客导演，伊伫1962年翕的台语片《梁山寺之乱》，入选今年鹿特丹国际影展哦。国家影视厅中心嘛准备要来放送这出电影的所谓修复版本，做伙来看卖。叫声呐，要就好。本来这梁山寺啊，是本省人的地界哦，外省人哪会来遮做生意？客家山歌天公落雨，互改编做华语，佮用台语讲出1950年代本省人参外省人的冲突。这支片是1960年白客导演拍的台语片《梁山寺之乱》，描写迄阵台湾族群之间相处的情形。80年后入选鹿特丹国际影展的经典单元。因为台语片本身在投报影展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的最优先的选择。其实还是很多都是以70、80年代，比如说新电影为主，所以这一次他们选这部台语片，其实算是蛮难得的。你想抚养我长大那个姓罗的，他是外省，在平交道上救了我的命，也是外省，我为什么还要分本省人、外省人？电影唔但北族群基地，最后佫用大河界刷过。虽然电影内底是欢喜的结局，但是伫现实人生，少年时捌加入共产党的白客，伫1964年互政府处决，成做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咱嘛唔敢安尼讲，就是讲伊因为加入过共产党，所以讲伊的片有较关心这小人物。也毋过，至少伫咧梁山寺之乱内底，当看会出伊足勇敢去拍族群融合的这个问题。这是其他的台语片，或者是伫其他的台语片内底，其实较无想要捌的问题。明年1月17开始1个月，国家影视厅中心会举办影展，嘛会特别放送《梁山寺之乱》的所谓修复版本。记者林世豪、谢桂林综合报道。来看阿根廷取得世界杯卡球赛冠军，政府第20嘛全国放假一天哦。球员登去阿根廷的随地首都游行，超过400万的球迷，甲市中心、甲附近的车路是塞甲甜哦。游行是无法度进行，因着改坐直升机伫天顶飞，球迷上过热情咯，场面是真乱，毛民众甲警方发生冲突。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饭店边附近，20暗时爆发小型冲突，警方清场，赶走这欢喜过头球迷。民众烧灰土砍物件，平管啊对抗警方的手灵性质甲水条，搁条真济串头闹事的人。同一天进前，同一地点是全国欢庆的盛况，超过400万球迷迎接世界卡球国家队球员。真济巴士游街庆功30公里的游行，为一个所在骑甲10通通，火车速度是真慢，3点钟行无到1/3，球迷也无够危险，爬悬甚至下出高架桥护栏，是真危险。最后警方决定停止巴士大游行。球场美市顶人甲教练改坐直升机坐首都天顶，真侪透早甚至前一天都来等待群众，无法度看到梅西本人，是真失望。不过游玩是真激动。Totalmente emocionada, aunque sea sentir que pudimos estar cerca, estuvieron arriba nuestro, una locura, hasta las lágrimas. Al sábado
a mi trabajo en el Changomá. Dejé mi familia, mi casa, dejé mi novia y me vine acá a alentar la selección. 游行结束了后，美斯甲队友伫马里亚坐私人飞机返去个故乡罗萨里奥。暗过一条游玩的继续，相关平台 Instagram， 美斯发布家己行大力神杯相片，2天内得到6600万人次赞，创下史上上侪赞的纪录。而在美斯佫打出家己抱大力神杯藏起来，用西班牙文讲早安的相片，几点钟内得到880万人次赞。Instagram 母公司Meta执行长萨克伯格也学了世界卡球的热度。实在是真惊人。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德国一个97岁妇人人离战期间伫纳粹集中营做秘书，虽然无直接参与屠杀行动，也毋过法院20宣判，共谋杀害上万人的罪名成立，判伊缓刑2档。这老阿嬷已经认罪，嘛对屠杀事件悔失咧。已经97岁、穿白衫、底白帽的夫妻娜坐轮椅入去到法庭，为着保护伊的身份，法官是下令媒体爱甲伊的相片处理过，袂当看伤清楚。夫妻娜是涉嫌伫1943年到1945年期间，伫波兰一个纳粹的集中营做指挥官的秘书，帮助台10500个人，拜伊德国法院是以强谋杀害的罪名，判伊2年徒刑，会当假罪。Das Gericht ist nach Durchführung der Beweisaufnahme zu der Überzeugung gelangt, dass die Angeklagte durch ihre Tätigkeit als Stenotypistin in der Kommandantur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Stutthof wissentlich und willentlich unterstützt hat, dass mehr als 10.500 Gefangene grausam夫妻娜伫个案件发生的时阵才18到19岁，这个案件就是伫个少年法庭来审理。去年9月开庭的时阵，夫妻娜阁想要逃走，对拥路伊是逃去附近的汉堡市。几点钟后嘛是互警方抓起来，是关5天。伊的律师讲，集中营杀人的部分伊并唔知影，但是检方是比对分析，迄当阵真侪物件内面因签名的部分，认为讲伊是共犯结构之一。为着正义，决定对伊求处2年的徒刑。Ich denke, es ist sehr wichtig, zum einen für die Überlebenden und aber auch für uns heute, dass dieser Prozess zu Ende gegangen ist mit einem Urteil. 夫妻娜进前嘛伫法庭开喙啊，伊表示对所有发生的代志是感觉真失礼。伊嘛后悔迄当阵伫咧集中营做工课。夫妻娜是德国几十年来第一个因为纳粹的罪行受审的文职女性。时间过去，部分涉案的被告和活落来的人一个走啊，这个判决对受害者和家属来讲真有意义。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今仔明仔2天哦，因为寒流佮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北部佮东北部天气是非常的冷哦。其他的所在哦，早暗嘛拢真冷。中南部日佮暝温差是真大，所以民众得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9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